品味。不就4个口，满足了这4个口，离不同凡响亦不远矣。这2个家伙发现折子树会影响口感跟卖相。你们大家觉得哪个折子树的小笼包吃起来口感最好，卖相最讨喜？这个，家家好。18折。我们鼎泰丰的小笼包，一律都是黄金18折。黄金18折，好。哎呀，季华呀，你没事搞什么扩大营业嘛？啊？搞什么？这大包里面怎么是冰的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帮你换1楼。怎么东西都还没送上来啊？不是说做坏的不能拿出来给客人吃吗？我们鼎泰丰不是光填饱客人的肚子，更重要的是品质。哎呀，季华，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如果鼎泰丰的孩子啊都有顺风耳，都可以千里传音的话，传菜梯设计图，对讲机哦，荒唐！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做了，我不管了。我帮你拿到学校的保密表，你找时间过一过，明天早上8点半以后就可以拿过去现金了。8点半，早上8点半，鼎泰丰已经开始在忙了吧？阿彪也已经上班了。揉面的师傅，我们开始擀面皮，准备包小笼包了。螃蟹已经蒸熟，蟹肉也挑好了，师傅应该已经下锅炒了。季华，
你怎么一直在念鼎泰丰？那你来日本做什么？对哦，对。盆妹啊，我茶水没有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轉機，我轉機，實轉台北去。嘿，人家兩公婆的事情對嘛？先轉去啦，唔好賴到挨搭嘢啦。來，轉去啦。你做乜嘅？要我叫我走啊？我唔可以轉去。哎呀，你要安樣啦？面面對朋友，呱呱調調變落去，你得莫安硬強難呐。就是啊，有還有便宜，還有計法，總愛有1-3年先帶頭。做乜嘅要去捱啊？你要屌哦，食材還偏心，還冇公道。哎呦，人哋唔係富人家。富人家最厲害啊，就像水一樣做得巧又做得圓呐。嗱，就像橋通嘅通橋，有嗱，就我留意冇看人橋起來，唔轉去啊，人個冇看，就我散體咧。盆妹，盆妹啊，有没有计划消息啊？我以为你还在生他的气。我当然还在生他的气，而且我气还没消嘞。是啊，季法哦不应该惹你生气。这孩子从小就死心眼，叫他任何事情哦，无论如何他一定要做到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季华从小就是这个毛病。你记不记得他小时候，我们让他去还贺老板那2毛钱，他找不到贺老板，居然在人家门口等到睡着了，也要把2毛钱还给人家，还这么坚持。还要店里面挂一块招牌，哎呀，这边搞一搞，那边弄一弄，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这搞来搞去的，哎呀，我真不明白呀。
怎么对什么事情要求都这么完美呢？是啊，既挑剔又固执。真固执，哎，那个脾气啊，跟一块石头一样，又臭又硬。哦，哎，不过，这点倒是挺像我的。哎，我可都是择善固执啊。季华啊，既然这么死心眼，这么听话，我们就不应该跟他说什么胡雪岩的经商之道，说什么经商精神。学吃亏，舍小利，得人心。所以他现在满脑子啊，想的都是怎么回馈顾客啦，照顾员工，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要承担的风险。俊华既然这么要求完美，这么固执，我不应该跟他说什么小笼包跟桂花很像，都是不起眼的东西。不起眼的东西，只要认真去做，也可以做得不平凡。我应该跟他说什么？希望鼎泰丰的厨房是大家的厨房，啊，鼎泰丰的餐桌就像人家的餐桌一样。根本不应该跟他提什么轻功顺风耳、千里传音，所以他才会花那么大笔钱去弄那个传菜梯啊、对讲机的。如果季华哦不把我们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放在心上，你们父子俩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他也不用一个人孤零零的跑到那么远的地方。那也要怪他自己，脾气这么倔强，真倔啊，简直倔到骨子里去了。哼，真是名副其实的倔子啊！可是家有倔子，不败其家呀。谢谢你，这么快就帮我办好入学手续。你真的定下心在日本读书？来来，尝尝看臭豆腐。哦，试试看。好吗？好吃。听这里老板说，这个豆腐的人，先是用天然材料，传统方法，一直到现在还是自己煮，还是做腌萝，但豆腐拧不起，10年没改过，所以他做的豆腐味道特别香浓。日本很多豆腐店，一开就超过100年，甚至还有200-300年。超过10代的人都在做豆腐，200-300年。别惊讶，在日本有200-300年历史的老铺子很多，而且日本人对这些老店的评价一向很高。这附近随便逛逛就有很多100年的老铺子。哦，有的是卖咖啡的，有的是寿喜烧，有的卖日式面食。唉，真的很少有人可以活到100年啊！可是他们一块豆腐、一锅汤，甚至一碗面，却能够一卖就卖到上百年，真叫人感动。我也不懂，这些老店怎么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被淘汰？我想这些老店能够经营这么久，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坚持不变的信念。是什么？应该是不变的手艺、不变的味道、不变的真心真意。能够世世代代的做一家店，真的是很令人骄傲。
9点了，鼎泰丰应该已经开始在忙了。计划读完书以后，要不要继续的在日本发展？不，我要回台湾。做什么？做小笼包啊。你确定？今天听你说做豆腐的坚持，你还带我看这些100年老店，我就在想，自从我退伍以后，为了扩大店面、挂招牌、做传菜梯，跟我爸闹得越来越不愉快，是为了什么？我们在乎的又是什么？还不是希望鼎泰丰可以世世代代的做下去。不应该离开的，就算有再大的困难，我也应该要留下来面对的。让鼎泰丰做到不同凡响，能够有序经营下去，这不只是我的梦想啊，也是我爸妈的梦想。我应该要回去，跟他们一起完成这个梦想。你从山东进去了。其实从你来日本的第一天，我就发现，你一直忘不了小笼包，忘不了鼎泰丰，它已经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了。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都帮你准备好了。这是机票，你父亲帮你准备的，日本飞台北的机票，单程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来，家里有几位？机长。欢迎光临，两位2楼，欢迎光临。好，请问几位5位是好。谢谢您，请拿走。哎，5位老人家上2楼，麻烦帮忙带位。好，了解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2位是好。2位1男1女上2楼，麻烦帮忙带位。几位？欢迎光临。您好，来这请5位对不？来，为了给您上课喽。系啊，来这请哦，来这请哦。来这请豆豆行。来，豆豆行，这里哦。来，这里。好，小心哦。你小姐姐哈，等下menu就给你传来哈。桂美啊，哎，桂美，不好意思，你先稍坐一下，马上来。有什么事？你腰上别的那个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这对讲机。对讲机。很厉害的，100公尺之内都听得到，很清楚的。哦，真的呀？好。导演，我先去忙喽。哎，好，你忙你的啊。哟，有意思。我先看吧，我先看。哦，100公尺以内都听得见。谢谢您，请慢走。你好，有啊，刚刚桂美教过我们诗的时候就有声音了啊。我先学会了以后你再看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跟桂美都跟我说过了，欢迎光临。哎，好，这个其实很容易了。谢谢光临，慢走。你到底会不会？哎呀，我正在研究嘛。桂美刚刚教过我了，应该会吧？这没有什么难，没有什么。开关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教我，你看，你表一下。怎么了？被电到了吗？有没有怎样？哎呀，坏了没啊？啊？好了，你不要碰了嘛。这有开关嘛？我知道嘛。好嘛，那讲快点。哎，谁在乱玩对讲机啊？好了，讲话。喂，
喂，喂，季华呀，有没有听到啊？喂，哎，爸，季华，你妈跟你说啊，你要讲，你跟她说，你讲，按这儿。干嘛塞给我？你不是要讲吗？你跟她讲。喂，哎妈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哎，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哎，金讲啊，华，你不是要讲吗？妈妈，你别吵我嘛。金华，你爸爸是要跟你说。对，你跟他说。我要跟你说。哎呀，好了嘛，你干嘛吞吞吐吐的呀？你不要急嘛，你就跟季华讲，他决定要扩大营业，这是对的啊。我们把鼎泰丰交给他经营也是对的。你要讲，你讲嘛。金华，爸爸说啊。哎，对，你跟他说。我都听到了。金华说他都听到了。哎，听到就好了吧。金华，爸爸说啊，你这个决定是对的，而且啊，他把鼎泰丰啊交。对了，都对。我把这个对讲机还给桂美啊，她要忙了。这个对讲机也是对的啊。既然爸爸说你是对的，你更要好好的工作。好，去忙啊。菜冇咧，我拿不脱嘞。冰姨接电话哎，还有没有人在？金华接电话。喂。阿婆過世咧。前幾日咧，阿婆還好好，就到佢做仆菜啦。佢心肝喺度惹毛，佢講等福阿婆唔會做來啊，阿福錯啊，我本帶到咗去話，冇想到仆菜做好嘅日一隻嘅。
我强调诶，莫按鲁夫。我冲啊啦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做出来的咸菜啊，香香甘甘，又好看相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。是啊，阿婆太有高矮，尽管都想等爱死的人，就会做出好吃的料理。以前我不懂，不过现在我懂了，因为里面有一份心意，就好像这个普通的菠菜糖。阿婆太浓浓的爱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全天下最美味、最难忘的汤。做出鼎泰丰的不同凡响啊！看来你是悟出道理了。时间真快啊！那季华的孩子都这么大了。这时间过了，是才一届哦，哈！看呐，阿婆老的哦，就这位哦，唉，没想到啊，给尹太太按后生哦，也按做在哦，唉，实在想不到。就像贺老板说的，人生无常吧。有样啦，某一天哦，那日哦，变2、3日，送来上山头哦。哦，娘啦，唔肯送啊？我公公，要向你多帮一些，无按见人就不用你走了。阿婆走脱嘞，系恁个阿妹要走脱嘞，佢迄哦要贵个种哦，还要当人个偷钱。对，是啊，乱讲法，你真是不得不起。阿国，你放心，啊，我一定会好好看紧盆妹，我一定会牢牢抓住她的。好啦，好啦。哎，咱每啲啊，得为老人讲有诶无诶哦。
也俺爱上啊，我是请啊什么搞鱼啊，放风筝呐。来哈。好好好。放风筝，这个我最会。啊，你也要去放风筝啊？啊？那你这次要小心一点啊，不要又挂到树上去了。我不怕，因为啊，有人会帮我从树上拿下来。妈，怎么最近半夜一直咳啊？带去给对面诊所看了好几遍了，说是感冒。感冒？感冒会一直咳吗？几年啊？医生怎会讲？讲迄感冒太久咧，血管变用咧，怎么一冲袂停？你就讲冇事情咩？迄计划按紧做，还爱尿等下做乜嘅？哈 ？X 光检查。妈，检查一下也好啊，上底按两班保养。转去哦，我要讲计划。啊，是得按多钱？外面在下雨嘞，谢谢。有没有带伞啊？谢谢。请慢走。谢谢拿伞哈。谢谢多讲哈，谢谢。安尼啊，好好好。啊，外面在下雨，有没有带伞啊？哎，拿伞呀。哎呦，这么可爱哟！会不会穿太少了？来来来，给他一个毯子盖着。谢谢你啦，谢谢啦。哎呀，好可爱哦，好吃哦。哎，好吃很好吃。外面带伞了，外面在下雨嘞。没有嘞。哦，好，给大姐一个伞哈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外面在下雨哦。谢谢光临，再见，谢谢光临，慢走慢走。哎，谢谢光临，谢谢谢谢。嘿，要记得啊，谢谢谢谢。谢谢光临，慢走慢走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光临。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。嘿。桂美。桂美，妈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医生说，妈只剩3个月，
啊？你们都知道了。我今天还要带你去一个风景清讲给比手哦。哦，爱用哦。好啊，今天杨妈妈就好好玩玩。哎，咳嗽了。哎，季华。哎，是。喝点水。哎。慢点喝，慢点喝，小心一点。啊，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看药茶。哎，我们不懂的呀。啊，不懂。这个是清凉解毒的。哦，清凉解毒的啊。老板，是有一位这个贺老板介绍我来的。他说这个药草致癌的药草很有效。哦，这样子。对，如果用这种药再配合其他的药物来用，这个疗效比较好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对呀。来来来，喝金枣茶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像我们这种被医生宣判的癌末病人，唯一的希望就是师父教的排毒祛功，还有这些祖传的青枣茶多喝一点吧。这些药草很有效哦，很多人啊，像你太太一样，得了癌症末期。平常哦，要说癌症，怎么了？妈不见了，哦，不见了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刚刚是不是有一位短头发的太太在这边？哎，哦，她刚离开呢。刚离开，走啦？对啊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了。刚走。哎呀，
哎呀，你妈怎么跑了呢？导演，往那个方向走。哦，好，往那个方向走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文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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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妹啊，文妹。文妹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妈跑哪里去了？这是？妈大概只是在附近走一走吧。她身上有病啊！万一……老爷，那我们在分头找一找好了。对，分头找。好，好，走。文妹，文妹啊！文妹，妈，妈，杨妈妈，妈，杨妈妈。文妹呀！哎呀，文妹啊，你跑到哪里去了呀？你急死我们了！你急死我们了！好了，你急什么？我能跑到哪里去？爸只是怕你迷路而已。对，没事就好啊。我刚才等你们的时候啊，附近走了一下，看这风景很漂亮，我带你们去逛逛好不好？啊？好啊，好，你带我们啊。走。李爷，哎，你过来帮我一下，帮我这小鸟换饲料哈。哎，好，你等一下啊。来了。你等等啊，我一会儿就帮他们换饲料。哎呀，这个咳嗽药我帮你煎好了，你先喝了吧。哎呀，我说盆妹啊，你最近身体不舒服，你干嘛费神养这个小东西嘛？
就是看他们可爱嘛。你看，他们俩感情多好，是不是？啊，都不会分开。是很可爱啊。姨呀，我怕我最近哦，这人就糊里糊涂的，会忘记帮他们换饲料啊、放水啊，还有逗他们玩。啊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啊，我帮你，我以后啊每天帮你伺候他们，好不好？哎，可是啊，你能不能把药先喝了？啊？最好了。啊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美蘭、芝蘭，大家隊來看，阿美做1件衫，第一條拍鏈，一天中獎啦！他去下拜託，阿美聽說都中意。唔要得，先講暗黑，阿妹還滿做，秋樓給種女衫褲。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一起拍全家福了，這肯定是爸最後一次跟我們合照。你讓她穿得漂亮一點，有什麼不對嗎？什麼最後一次？爸這麼全心全意的照顧她，媽也許很快就會好啦。我們也希望她趕快好起來，可是她是癌末病人，這是事實啊。媽媽好可憐啊。妈，听说你找我们有事吗？这个给你。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3姐妹的生日啊。你给我们这个做什么？美芳、季兰都结婚了，啊，美兰以后也会结婚。她的婆家也不知道会不会帮他们过生日，所以你们兄弟俩要帮我记住哦。每年这个时候，就要打电话邀请他们回家，吃长寿面，帮他们过生日，知道吗？您突然交代这些干嘛呢？没有啦，妈妈老了，现在不说，我怕会忘记。我跟你爸，就你们2个儿子，你们要记住哦，
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你们都是打同一个娘胎出来的兄弟，不要像小时候那样吵吵闹闹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们又不是3岁小孩了，干嘛说这些呢？我店里还有事，我先离开了。哎呦，今天你们两个真的好帅哦！哎，闺蜜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疯疯的哦，真好看啊！啊！国华，你这个眼镜哦，总是不擦，是不是啊？啊？这样度数会加深呢，你是记不住哦。怎样哦？妈妈说2句你就不开心哎？开心，开心，巴不得你给你多念几句。这么大的人了啊，还撒娇哦？羞不羞啊？那你们3个是怎样啊？啊？看妈妈今天穿太漂亮，很感动哦。你们从小就爱哭哦，跟水做的一样。你们以后不要只是两眼水汪汪，要对先生温柔一点，知道吗？跟你们说，我跟你爸爸啊，我都是以柔克刚。好了，我们去拍照啊！走。走，拍照，来拍照嘞！机车坐的。大家不是都说你爱吹毛求疵又挑剔，是机车坐的吗？基华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不理我啊？啊？哎，妈，我只在搬椅子。你搬椅子要回答我啊！老太婆，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呀？我都在这边等你半天了，来拍照吧！啊！拍照，来，都来了。哎，拍照，来我这里来。哎呀，在爷这边啊，在这里。哎，好了。好，来，通通有看这里哦，看这里哦，来笑容一点哈，来，小朋友来，弟弟看这里，对，看镜头哈 ，OK 好，来那个后排那位小姐，第2位小姐再站过来一点点，对，很好哈，好来，通通有看这里哦。我今天好开心啊！今天照的照片啊，一定很好看。
你们拍照的时候要开心一点啊。好让我记住你们开心的样子。看前面，摄影师要拍照了。对对对，很好哈。好，来，通通看这里哦。对，可以笑容一点哈。每一个人都会走，你就当妈妈去旅行，放一个长假好吗？开开心心的送我走。妈，我不要你离开我们了，我希望你可以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啊。我会走，有一天你也会走。大概只有这个东西才会永远留下来吧。你要记住，新冠度送到24给你做出来的小笼包，才会永远留下来。妈。不要你离开。哎，拿着，糖炒栗子还是热的，拿着暖暖手。谢谢你啊！一包糖炒栗子有什么好谢的？我是要谢谢你娶了我，让我有个家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。你要恭喜我啊！恭喜什么？你发票中特奖了？我觉得啊，比中特奖还要伟大。什么事啊？已经11个月了。什么？比医生说的时间呢，我已经多过了8个月。你知道了呀？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就是季华跟阿彪带我们到山上玩的那一次。哎呦，怪不得你让我养什么小鸟了。你还提醒我要我跟季华他们兄弟说，记得给孩子们过生日。你还吵着要照什么全家福。
哎呦，原来你都知道了。知道你怎么不讲呢？你知道了干嘛瞒着我们嘛？你们还不是瞒着我？这样子好，我们跟平常一样，吃吃饭呐，拍拍照啊，一切都正常。我喜欢这样。你难过什么啦？啊？我已经够赖皮了，我已经多拖了8个月了。好，你就这样赖皮了，你就一直这样赖皮下去了。好，我会这样一直赖皮下去，我会努力的活着。但是慧仪，如果有一天我非走不可的话，胡说，没有那一天。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的嘛，迟早的问题。你猜我会选择什么季节？我猜。你猜嘛？我猜呀，猜这个干什么？你猜嘛？哎呦，猜嘛！好了，夏天。夏天啊，夏天太热了，你们来看我的时候会中暑。哎呀，你再猜。秋天。秋天呐，秋天都是落叶，没有生气，也不好。冬天的话，太冷了。如果你们到山上来看我，一定会觉得更冷。冬天也不好。春天，春天比较适合。来给哦。有钱吗？有钱啊！医生啊，
请问我太太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会一躺下来就醒不过来了呢？她应该是进入弥留状态了。你们谁要跟我去办住院手续？我去。宝妹啊，我是秉仪啊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嘛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看看孩子啊！我妹，我妹，爸妈，爸妈，嘿，爸媽，唔喐啊咯，嚇，爸媽，好起來啊，爸媽，唔用咗就係用完咯，咩講？我上愛上多咯，我上愛上多是幫醫生哦，做唔得病愛一3年就走嘅哈，爸媽，我用變得愛用完咯。先起来一下吧。哎呦，因为变得爱容易。有吧，你妈妈。好了。哎呦。呀妈妈，我水跳叫。喺島上嘅生意做嘅板板人呢？爸妹，唔可能啊！義務卡人哦，大家人都都要到咩片啊？唔係水爆呀，就開腳睇個空起來哈，冇水踢叫哦。阿婆妹要疼到嘛？阿姑冇才跳向你啦，為到喏，捱不開始喲。唔騙人，阿姑、阿婆，唔得向人都安泰，一下捱開考試及嘅才跳，向得都8年些。好，乖，好，好。盆妹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也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強調誒，唔得安尼接來接去，老皮哋會唔歡喜哦？老皮會痛嗎？當然會啊！楊媽媽，你在好東西拿回你。呀媽，唔用我哋，我哋下島上嘅事了。媽，真的懷疑我能力把鼎泰豐做好嗎？媽媽從來沒有懷疑過。季華，你要他們體諒你，你要先學會體諒他們。
醒了。有，我的眼睛睁开来了。我想哎。想了之后。你啊，啊。都来了。有桐花开来。好美啊！比春天来了。对啊，春天来了。你记得我说过？秋天都是落叶，没有生气；冬天又太冷，你们来看我，会觉得更冷。春天。有鸟叫，我喜欢你们春天来看我。您好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。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光临。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这是你打包的东西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
光临，谢谢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先生，你打包的东西已经好了。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麻烦里面带位啊！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谢谢光临，慢走，慢走，谢谢光临。欢迎光临，里面请。欢迎光临。